对今仔日开始，台北捷运开放用 QR code 来坐车，17间业者有配合。不过，咱真侪人在用的赖 Pay 目前是也无法度，这系统也在开发。因为打开放这 QR code 入站，未少民众咧使用是无解熟手，所以讲要提醒大家到入口进前，提早甲 App 开开，甲这荧幕调好较光咧，安尼是较好扫描，才袂大家拢卡伫咧入口。 手机就是车票，这样是大家坐分各家支付的方式。拍开 QR code 坐车票，就用路卡进站。按过上路第一天，有万未少坐车人唔知安怎用。有人表示 QR code 坐车票扫描不够的精准，爱习惯一个。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那个荧幕的亮度，我猜。但比较希望 Line Pay 可以用这样子。看 QR code 怎么用啊？就还不完全，我完全不懂怎么用啊。有卡也很方便啊。 台北捷运公司宣布，为车厂开始开放17间业者 QR code 坐车票坐车，包含 TWQ 平台、9间金融机构、家计靠支付、专支付、玉山 Wallet、台新配等8间电子支付业者，而且加上悠游卡、一卡通等、涂达卡同款，都能享受8折上期优惠。到今天上午9点半为止，整个捷运系统的运量大约是14.5万人次，其中 QR 乘车码大概是547人次，大概占0.4%。那信用卡则是94人次，大概占0.1%。另外，大家熟悉 Line Pay Money 因为系统开发，即时还未完成，即嘛无法度用，暂定今年3月开放捷运甲公车来使用，正式开放一期的另外工具。先下载你想要使用的电子支付的 APP。 并且更新是最新的版本，那再来是记得要储值，因为它跟储值卡一样，如果是负值的话是没办法进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付款码不等于乘车码。发者也提醒为赶紧通行速度，旅客到门前爱先拍开 App 选择 QR code 坐车票，速度调悬手机荧幕光度，也要注意感片角度，对准感片镜头，佮镜头保持适当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